上堂學到手揮琵琶，今堂呢個係杜別君，總共做2個。好，放低隻手。嗱，去到大髀旁邊，你嘅手會變成白色，微微轉腰睇後手。好，當你個頭擰去前面，揾前面嗰隻手板嘅時候，你隻右手就會大手臂唔喐，手腕唔喐，淨係接個手踭埋嚟。一接佢就大約會喺個耳仔位㗎啦。同時間你隻腳要同我褪後，褪後嘅時候你個手腳踭膝頭哥依然保持曲啦，個人唔準趌起啦，保持你個右腳支撐腿唔喐嘅情況下，拎起褪去邊度咧？褪翻喺你嗰個腳踭位，微微出少少。幾樣嘢同時間做。令個頭揾前邊，曲手踭加篤地同時做。平時練習呢個同我停喺度練一練平衡力。咁而家暫時嚟講腳尖向前嘅，跟住慢慢你會將個腳尖擰去45度坐，一路坐你就隻手一路出嚟，啱啱好坐穩晒喺後腳，你隻手啱啱好對掌，係咁對掌，坐穩喺後腳，前面隻腳唔舒服嘅，所以你隻手仲會繼續行嘅時候，你就會擰埋前面隻腳，推到最盡，拉到最後。然後鬆翻落嚟，完咗一個。第一下係望後手，第二下望前手，咁你就屈手踭加退後。篤完之後喺屋企如果有鏡嘅，你留意下篤地嘅時候，你兩隻腳中間有少少罅。咁然後隨住你慢慢收腳踭，坐穩喺後腳，啱啱好隻手對掌，個距離喺邊度？係頭先推到最盡拉到最後嘅距離嘅一半。就係呢個位啱啱好對掌啦，腳行咗一半，手啱啱行咗一半，行埋嗰一半，鬆翻落嚟。做完嘅定式應該兩隻腳，後邊嗰隻腳應該仲係完整睇到嘅，唔會交叉，唔會穿個大咕窿，擺翻喺度。完咗2個，咁總共都做2個嘅啫，睇多最後一個完整嘅後手。前手推拉。